徒嘅喺呢個得到呢個神病嘅人，大多數都係有50%係有屙糖尿病嘅人，係嗰個咁多人之中咧8%係因為有血壓高，所以血壓高、屙甜尿係主要嘅因素咧嚟造成呢個神病。咁樣嘅點解有糖尿病？點解有血壓高咧？主要咧都係來自我哋嘅口啊，我哋食翻嚟嘅。咁樣60年代、50年代，我哋社會啊，仲係好多係屬於工農界，家庭咧貧窮，每個人咧可以講咧食嘅嘢係粗茶淡飯，食青菜啦，食飯啦，肉得好少啦，油又好少啦，糖又少啦，所以呢啲好基本嘅食物咧，反而咧我哋每個人